画家，真厉害！阿嬷画家，好拿。阿嬷在这里呢。刚刚那个是蝉的叫声呢。这什么花？这个苋菜啊，这苋菜啊，这个苋菜苋菜。这蝉叫声啊，蝉的叫声啊，这个叫蝉的叫声啊。孔雀羽毛，孔雀羽毛。很有创意。看这里盐水国小，在盐水国小这边呢，这柯林呢，这什么树啊？苦楝树吗？柯林吗？这个叫蝉的叫声，蝉的叫声啊，蝉的叫声这边可以坐呢。有沙哦，花花。这个叫蝉的叫声。阿嬷把头发都白了，还可以画那么有水准的画。